走进乌健旺的酒庄，酒香伴随着米香，十几盘刚蒸熟的白米倒入曲菌搅拌，纯手工重现客家传承几十年的酿酒技术。所以，当我们拿到这个酒的执照可以做酒的时候，我身为农家子弟，我很愿意说，把这个米酒好好的做。要酿最纯正的米酒，乌健旺坚持除了手工慢活，还得要时间酝酿。庄健瓮里的向父亲存女儿红斑，得一年年累积，才会有传世的佳酿。你看，香喷喷的，做一项错的事情啊，继续地坚持落去啊。乌健旺骄傲地说：“他的米酒总在客人喝完揭晓酒名的那一刻，让人惊艳不已。品酒室里也有独门的规矩，没有桌椅，只能站，不能坐。这个酒一定要有时间嘛，你绝对挤不来的。酒就是酒，酒是在酒。酒就是你说的是时间长久的那个酒。对，酒就是酒。自诩要成为百年酒庄，成为家乡的地标。乌健旺透过纯酒传递热情与使命。虽然不喝酒，但是你也可以用闻的，闻一闻这支酒的味道怎么样子。闻酒香，也可以稍微有所体会就对了。通常我们拿了酒一定要说谢谢啊，按子 C， 是声音，不客气是不是声音。但是在我们东市大埔音是讲谢谢，讲裸烂。裸烂。我刚才讲其他那个小酒杯里的米酒诉说着主人的心情，择善固执，专注做一件事，有最真诚的打拼。按子 C， 不是声音。按子 C， 不是声音。